各位，仙魔掠恋重生之霸道天尊老 baby再爱我一次，这是我们今年最重要的项目，拍成了，白骨岭就有機會成為3屆短劇第1廠牌。所以，誰在這個節骨眼上掉鏈子，就別怪我不講情面。老君出差，现在由我来接管你们俩的工作。你的种族和品种是？我看过了，它是羊脂玉净品，也是物品呢。嗯，那都是物品的，咱俩平级，我怕你干啥？来，你起来让我坐会儿来啊！这过来整点水去，快！这是干啥呢？看着人间功德呢？这谁呀？功德蹭蹭往下降，这干多少损事啊！这是我的股票。那你投资眼光可够一般的。劳动合同，我俩劳动合同归你管呢。嗯。来，你坐这，我给你整点水去啊。怎么是个欺凌管咱们合同啊？那个平总啊，我们刚从灌江口回来，那改天再来找老君汇报。对。你们是想转正吧？这里有个任务，你们干好了就给你们转正。啥活？白骨夫人，天庭重点收服对象，白骨岭影视基地負責人，帶着一堆神仙拍短劇，4大天王、28星宿全跟着他賺功德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把他也弄上來唄？他是個妖，你把他弄上來有什麼用？重要的是讓那些神仙都回來。那我們能幹啥？其實很簡單，他最近要拍的短劇叫做《仙魔虐戀重生之霸道天尊老baby再愛我一次》。我都什麼名？仙魔虐戀重生之老北京布鞋再穿我一次。別開玩笑，我給你們安排了資方的身份進入劇組，怎麼讓4大天王、28星宿回天庭，就看你們的了。資方？這就是影視基地啊！不都說現在是影視寒冬嗎？我看這整得不錯呀。啊？今天不冷啊？你入行太淺，你不懂，走吧。你們要去見哪個組？必去魔幻天尊愛上我。誰組？總裁是金師兄。那個地方是我們最重要的組，懂不懂？先別喊，會不會說普通話？老子不會。你們是做啥子的？我倆不是做啥子的，我倆是投資的。啊？投資人？那你們投資過什麼戲呀？給你一個機會來回答他。那個重生之我是玉帝，喝了女兒國河水之後不小心懷了死對頭妖王的蛋。你們真的是投資人呀？真有這戲啊！這也太慘了，這飯吃的，你說他吃飯了吧？他確實吃飯了，但是光吃飯沒菜啊。各位仙友，為何不在天庭坐班，都來此遭這份罪啊？天庭來都是一個蘿蔔一個坑，這香火啊都快端了。這活啊雖然有點累，但是這功德是顯吉呀，還能換個年獸。這短劇要是爆了，我們都可以去開個直播間，整點香火了。就是你看了某日新聞，以前就打名的，現在靠演霸道這種都走起來了，還一天騙走2萬呢。2萬吶，難怪他們不想回天庭，非要在這兒幹。要我也選這兒啊！你醒醒吧，我怎麼老是聽着這話呢？咱們是帶着任務來的。啊，對，讓我想點招啊！讓我想想，有了，咱讓這個短劇拍不成，他們不就得回天庭了嗎？歡迎2位投資人來到我們白骨嶺。剛才呢，你們看到的呢，只是一些小短劇，你們要打造的是100萬人預約、全網爆款。
仙魔掠戀，重生之霸道天尊老 baby 再爱我一次，预计80集，总共时长80分鐘。一集就1分鐘啊？沒錯。金老板，時代已經變了。這大數據顯示，觀眾的注意力呢只有45秒，所以呢，我們要在40秒以內完成相遇、誤會、衝突、反轉、再誤會，以及一個能讓觀眾抓心撓肝、不得不看下一集的卡點結尾。沒錯。啊，那當年我們81難能拍多少集啊？一難就能寫80集。沒錯。比如天尊，你愛的究竟是我還是我的替身？夫人，你生的孩子，他的父親到底是不是魔尊？這一劍刺穿的是我的心臟，還是你的忠貞？這個沒有邏輯啊！邏輯，哥哥們，咱們做爆款看的不是邏輯，看的是強烈的情緒、極致的矛盾衝突，還有狗血的劇情，包括低成本、快節奏、高密度的反轉。我們這部劇呢，預計投資是50萬功德，但是回報率500萬，還有分成。現在這周邊的版權已經預售了，包括天尊同款流淚玉佩，還有女主黑化專用口紅色號，這賣特好，誅仙正紅。白總啊，我覺得咱們這個預算啊還有優化的空間。哦，請講。80集太短，加到120集，平台不喜歡短的。什麼？不喜歡短的，喜歡長的呀？拍攝週期從20天縮減到6天。不是，你等等，6天拍120集，你這是謀殺，你知道嗎？你這是謀殺藝術，謀殺我的導演生涯。6天120集，確實是個挑戰。這不可能，但是可以試試啊。為了藝術嗎？白總，這不可能。我說可以試試。試試就試試，我最擅長試試。我大學學的專業就是試試。其實我小名就叫試試。那就這麼愉快決定了，從明天開始，2位制片人，請多多指教。